香港打嚟嘅喎。喂，係李生啊，係香港抽水公司啊，就咁嘅。我哋派獎金嗰間銀行咧，全筆獎金入你個戶口咧，嗰筆錢實在太大啦，咁咧要好耐先入到你個戶口，咁即係麻煩你咧再入多新加坡幣500蚊入我哋公司，然後我哋即刻過數俾你啊！吓？又要存錢俾你哋？唔係啩？嗱，我再重申一次，如果你想攞嗰5000蚊美金，你就再要入多500蚊新加坡幣入我哋個戶口，然後我哋先可以俾你。咁一係我諗下先啦，唔該你，係咁。喂，喂，收咗線。咁快？唔緊要啊，都收咗一筆先啦。